怎么样？抽点时间，咱们把它给拍完呗。什么拍啊？咱们10年前拍这片子的时候，我也单身，这些兄弟们都单身。然后现在我说咱们弄一东西，咱就为一个交代，不现实。咱组里不是有个武汉的工作人员吗？当初剧组里这么多人，一个人知道要真中招了，直接打到我了。是灵魂通道。还能拍吗？路都封了。都不能离开，请您配合一下。车就在下面嘛，好吧？我不能让他配合了，让不让了？你这一个人，我太不放心了。哎呀，刚才不让我出去。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就你怎么想啊？就是你一定要做这个东西，你说一定要做，你为什么？你跟我说你。